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件緬甸玉，題材係多仔佛。呢件真係多仔咯，一個兩個三個小孩。嗰時呢個佛公仔咁嘅樣，而家睇返都 OK 喎。呢個係個鼻係勾嘅，即係高鼻嗰隻。有一段時間呢，做咗小孩面。呢個嗱細蚊仔太細個影唔清楚。呢嚿石又有腫呢，所以比較難影咯。揸住個如意，個如意係綠色咯。呢度腳嗰度又係綠色咯。後面有啲黃皮咯，黃黃綠綠。大家傾起呢啲料，而家都唔知去邊度揾到都冇錢買。有種有色，頭都痕埋，叫你買嚿料都頭痕。